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今日咱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咱再起要来请顺进长老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好，大家平安。平安。安尼有听到我的声吼？有。好，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透早的时，你互阮搁一遍通伫线上来组织，要来圣经共读。感谢圣经的主，你时时刻刻拢甲阮同在。每一日，你也拢赏赐阮教育快乐，互阮引带阮行信心的山谷。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逐人会通对你遐领受无共款的恩赐。伫你丰富恩典的中间，阮也确信，阮的生命拢在伫你。阮就要伫你的面前来谦卑顺服，来领受。主，阮知你一切的旨意拢是好，帮助阮有属灵的智慧，明白真理，甘心乐意，为主你所用。总是求主你来赦免阮，阮有当时信心常常软弱，求主你也无放下阮。当阮将今仔日的时间，心思意念出入，求主你拢来保守阮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多谢顺进长老。刷条咱要来读今日圣经集是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咱要对第6集读到16集，要听苏清长老来带咱大家来读。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教示，第4章第6集，基督耶稣的好册用。你若将下面的事教示兄弟姊妹，就会对所信的信息甲所顺态健全的教示得到培养，诚侪基督耶稣的好册用。第7节，若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掠的传说，为着敬虔的生活，就继续操练家己。第8节，操练身躯有淡薄仔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应允。第9节，即句话通相信，值得完全接受。第10节，为着即个，咱出力游磨，因为咱的愿望在伫真活的上帝，伊是正人，特别是信的人的救主。11节，你着将遮的代志，甲因劝勉甲教示。12节，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行做、疼心、信心、纯洁。最信徒的模范。13节，就注意宣读圣经、劝勉甲教示，直到我来。14节，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甲长老团的按手赐予你的。15节，这个代志，你着专心地去做，互众人通看到你的进步。16节，你家己着谨慎。你的教示嘛，着谨慎，这个代志着坚持去做，安尼做会救你本心，甲听叹你的人。以上。好，多谢苏清长老。咱伫即个今日是第5讲的提摩太前书的共读。咱对第1章看到保罗通过提摩写批予提摩太，对以弗所教会面临是出伫听，是要互福音来甲律法会当健全。然后保罗为用伊的见证做感恩，也感谢耶稣的拣选，互人知影罪人拢会当真做得到救，也考劝提摩太爱真正好的真正。第2章保罗爱提摩太教导祈祷，为万百姓祈祷，为在上的君王来祈祷，通过祈祷来当甲上帝亲近，上帝爱人人得到救。所以保罗奉册来做即个使徒教师先。传道，互万百姓，就是伫罗马帝国中间的人，要当来明白、相信真理。第2章后半段讲到，查甫人就爱祈祷，毋通烧祭；妇人人就爱有内在美较赢，注重伫外在的水。
通过安尼来认捌，也来尊重上帝所赏赐的权柄，会当互上帝亚当夏娃带来咒诅变做是祝福。第三章讲到伫教会中间，提摩太爱努力的，就是爱来栽培建立长老，就是监督，互这监督会当向外带教会来行。这事就要向内对家己的家爱开始。所以先做执事，才来做长老，拢是对家己个人甲家庭开始。然后这就是伫上帝的厝，就是上帝家，就是教会，会当互教会来得到坚固，真要紧的关键，就是通过长老甲执事的培养，然后也会当将真理招挑，甲上帝关亲的这个奥秘，会当来来拍基础，互上帝真理通明白。昨读的第4章讲到，第1章到第3章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第4章开始一直到第6章，会当讲是现行和保罗的提醒，然后保罗才过来提醒提摩太。所以对第4章会当讲，这是可能超越保罗的经验，因为是信心的感动甲提醒。提醒主要就是讲到伫末后末期，其实保罗迄个时代就已经拄着，因为咱看到保罗伊所写，不管是加略太书，还是伊所写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拢会当看到讲，迄当时伫教会中间真侪遮会扰乱混乱，遮会掺杂，互基督的信仰变偏差去。所以信息的提醒，就是在白插规模的道理，会走入来教会败坏人的心，所以互人的良心，袂当听到上帝的真理，甚至做白插的奴隶，甘愿为着这个白插极端，献身，来做因的奴仆。总是保罗教导提摩太，爱甲以弗所的兄弟讲。爱用明白真理，心存感谢，上帝所做的一切拢是好。通过上帝话甲人的祈祷，才会不管是嫁娶、食米，还是生活，拢会是会当因为耶稣，因为上帝话甲因为祈祷，都会当来诚信咯。昨咱有看到以弗所，特别是对使徒行传19、20、21章，看到这个保罗伫以弗所的事工，甚至迄当时。古代世界7大奇景雅迪米神庙，就是拜这个雅迪米女神，月亮神戴安娜，以前会当神啊安尼金碧辉煌，持续安尼伫对上600年久的时间，总是今仔日敢剩这堆的石头，剩遮的，所以嘛看起讲，咱的信仰毋通只有看外在外貌。爱看的是上帝真理，毋是起造伫即种人的手所起造的遮个石头顶悬。上帝真理是起造伫伊的话，甲人的祈祷，咱才会当坚固固定。所以保罗的批信，甲即个雅迪米女神庙，检查保罗的批信是写伫即个羊皮书卷啊，应该讲这早着烂去、腐去、无去、胖去。但是竟然保罗批信，会话上帝话会当留的比这个雅迪米女神庙搁较固定，而且影响力搁较大，所以我想这是真清楚互咱看到。今日咱继续看第4章的后半段，对第6节到11节，有两个段落。对第6节到11节是保罗要求提摩太爱教导信徒。提防异端，爱操练敬虔。第12节到16节是保罗要求提摩太爱常常研读上帝话，嘛爱遵行上帝话，而且伫各方面拢爱做信徒的模样。所以这是真简单，但是爱甲第4章的150节结连起来，这拢是信心的教导，毋是讲保罗家己的，是信心的提醒。然后通过保罗爱提摩太，通过操练敬虔来提防异端啦，而且有第7节有讲到这个世俗，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无稽传说，世俗的话
伊所原文的意思就是无性结合，就是上帝听了会皱眉头，上帝听了后，讲了系互人心无平安的时阵这种无性结的话就唔通讲，爱气煞，气绝。老妇荒渺的话，这句话意思是当时希腊世界哲学家常常在用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就是古早哲学家伊在甲人辩论哲学时，伊来辩袂赢，伊就用这句话来讽刺对方所讲的是迄阿嬷在讲的遐个遮个妄假荒谬的话，是一派胡言的意思。讲你讲的东西无道理的，凊彩讲黑白讲安尼。这种的不管是无性格的话，还是遮个凊彩讲黑白讲的话，保罗甲提摩太讲，拢爱伫教会中间，拢爱气煞，因为这种的话会产生人的无敬虔因为你讲遮个无应该讲的话，无清气的话，无性格的话，还是讲一寡无影食的话，讲一寡没有根据事实、无照道理的话，这就是咧损害咱家己的性命，互咱家己嘛失去咱对上帝敬虔。所以敬虔的人，伊知影敬畏上帝是，也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就爱用敬虔、圣洁。真理、真实，这才是敬虔。保罗讲操练敬虔，这个操练的意思就是迄当时的希腊运动员，因为迄阵罗马希腊帝国时就已经开始有这奥林匹克这运动，到罗马帝国时阵有完非常的事件，到咱即马过月着这个奥运拢是对保罗迄个时代就当看到。运动员因为着要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因着来打拼努力。这个操练的意思，就是指运动员褪白体在锻炼所以右下角叫一个雕像，咱看到迄当时这希腊的雕像，运动员伊拢真注重身躯的每一个肌肉的展现要咱互人看会到，就是衫穿愈少愈看会到所以这是咧展现因训练的结果。因身躯安尼真结实，所以这个操练这个字呢，会当引申为逐种的锻炼这种的操练就是锻炼，表示讲咱的敬虔是爱通过锻炼，我们的敬虔不是天生的不是用学就老师教就会的，是要一次一次拄到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操练这个当得到所以运动员因本身嘛是爱真规律的这个生活，而且有今世甲来世的应允伫这个拄则苏先生读这个现代台语的翻做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这个意思是正确的，但是在沙西和本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句话常常就会互人误解讲，基督教嘛咧讲到来生，所以来生是咧讲这个轮回，讲人的后世人，这种的想法，某种程度有点像，但是咧讲的是讲咱天顶的这个性命，就是将来永远的性命，所以咱爱说里不要把这个来生甲轮回这些思想合做伙。是指现在甲将来的这个合起来，就是有关于永远的生命永生伫第二段，保罗要求提摩太爱常常熏读圣经，爱宣讲，爱教导，爱劝勉这个也是操练敬虔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甲上帝为结连，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这三项呢，拢是迄当时伫保罗的时代，教会的礼拜当聚会会做一寡的代志这个宣读就是包括将上帝话读出来，也包括保罗所写的这个批信，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信就是通过聚会中间来读咱即摆嘛是咧做同款咱读圣经、读提摩太结束也是在读圣经。
所以保罗也真清楚讲，信心的提醒，伊才会培训，嘛是拢爱读，所以咱这个读保罗的书信，不是只有读一次，是可能大概聚会就爱读，然后嘛不是只有一间以弗所教会读，让咱看到这伊启示录的这7间的教会，拢真有可能就是伫保罗伫以弗所那2年3个月当中，安尼一间一间甲伊起造起来，冠冕所代表就是爱来互人悔改，就是咱若听到真理，就要苦劝人来符合真理的教导，爱照上帝话来行，这个劝勉教导就是爱分辨是非，对甲毋对，所以迄当时这异端，这个假先知、假教训，就爱通过教导才会当来分别啊。然后最后16节讲，你嘛爱温群。谨慎伫你家己的教示，你甲你的教示嘛着谨慎家己谨慎，家己的教示嘛爱谨慎，就是家己的行为，甲提摩太伫台顶伫人的面前所传讲的，表示讲所有讲上帝的话的人，教导上帝的话的人，分享上帝的话语的人，这毋是只有包括牧师。长老嘛话，执事嘛话，区长、小组长，甚至兄弟姊妹，咱拢有可能去甲人分享上帝话。但是等咱分享出去的时阵，甲人分享的时阵，咱家己嘛有责任，要以身作则，咱家己做有够无？咱若做有够，人才会当信服咱家己若做无够，咱硬要人去做，没有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就要去刮别人的胡子。没有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就要拔出人家眼中的刺，这东西无合理啊！今日这个第6节到16节，讲到基督的好仆人这好车音，台语翻做好车音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翻成好仆人，和合本翻成好执事这个仆人本身就是执事的意思，本身就是有仆人的意思，但是受差派的人。但是呢，这个指示呢，用伫这个所在，会甲头前第3章第8节遐讲的教会结束会参做会所以现代台语、现代中文拢把这个指示改做仆人，这个是正确的，因为伊讲的不是只说第3章8节到13节的那个执事deacon，伊要讲的就是最服侍的服侍者、受差派的就是仆人。所以加呢，伫第6节到16节讲到，如果你甲遮的事指示兄弟姊妹，还有第11节，你将遮的事指示因教導因，还有15節，遮的事你就專心一一去做，互大家看出你的進步。所以這些事，遮的代志是這一段當中連續出現3次。連續出現這3次是代表什麼代志？這些事就是代表1到5節保羅所講的信心所講的這些代志，就是愛通過基督上帝話甲基督，互人的心會當歸轉來到上帝，唔通行偏差去。所以這的事其實也是簡單說，就是代表讀經跟禱告。如果你若幫助兄弟姊妹讀經甲基督，安尼就是基督的好車音、好蘿蔔，迄時迄個甲迄個信心的道理、正確道理，都會幫助你家己的人生進步。所以這是保羅的提醒。提摩太雖然年輕，現在即馬還未30歲，但是伊要牧養這個教會，這個兄弟。伊要按怎進步呢？毋是講去社會加賺一寡錢，加去做一寡的大代志，是愛佇教導聖經甲一個認真的祈禱，讀經祈禱這兩方面，會當幫助家己人生的進步。這個傳說，這個無知無用無清氣的傳說，攏愛避免，不要跟社會化，不要世俗化，不要甲這個希臘化、羅馬化同款，不是講這個文明進步不好，是愛分辨，唔通用這個世俗的，肯定要佇教會，都要向前看齊，凡事攏愛，攏看外表，看外貌，
是颠倒爱操练敬虔啊，箴言第1章、第9章都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甲开始，所以就爱有箴言的智慧，敬畏的意思就是尊重、敬重，伊的英文叫做 fear， 就是会惊，对上帝会惊，迄种对上帝完全袂惊的时阵，迄嘛是一种的无敬虔啊。所以看到上帝、听到上帝，爱知影、会知影会惊，这才是一种的敬虔。身躯的锻炼虽然有利益，但是灵性的锻炼，是有今生来生，永远性命的盼望。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即马可能时行，大家拢咧锻炼身躯啊，大家拢咧追求社会地位啊、金钱啊，但是伫天国的即个会友，天国的信徒是在锻炼人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敬虔。第8章，我用华语来谈，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第9节讲，这句话是可靠达得完全接受。这句话是多一句话，就是第8节，操练身体上有益处，唯独金钱在各方面都有益处，它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所以这句话不是保罗自己写出来，这是迄当时伫个教会界就已经有在传的一句话所以保罗讲这句话达得完全接受，就是这是100%正确的第10节。所以咱的辛劳甲努力甲仰望寄伫永远的上帝，这个咱呢就是指保罗、提摩太因是他们所以台语分得出来，阮咱跟阮就是这个可以分得出来就是咱就是指我跟你阮呢阮伫天里边就是还有他第三方嘛是阮就是咱就是讲咱讲我甲听的人，这是咱。所以保罗讲伊甲提摩太做伙努力打拼，拢有一个仰望，因为因拢咧操练这项代志。11节佫一摆讲，这个事就要指示因、教导因。因是啥物人呢？因就是第头一个讲到，受到这个背插魔鬼，受到这个欺骗的因的信心已经去用铁红的这个铁烙印已经变做谎言的奴隶。你爱嘛，这个事爱指示因、教导因。了那指示因、教导因的12节，唔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所以检测人会讲你才几岁，你要来甲我教导，你要教导啥物？你要甲我，你要做我的老师，你是要做我的，你会用这来甲伊调节。但是保罗讲，无管你唔通互人当作你少年，伫言语、伫讲话、行做、疼心、信心、纯洁，这几项拢爱做信徒的模样所以这5项。1、2、3、4、5，言语、行为、爱心、信息、清洁，这5项就是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讲，你要锻炼的项目科目，刚刚在考试，基本上考试嘛，好像都是考5科所以你安怎讲话，你安怎做代志，你安怎互人看见你表达你的疼，安怎表达你的信心，安怎表达你的纯洁、圣洁。这5科呢，你拢爱拿满分，莫讲满分，你至少嘛爱及格，袂使不及格。所以13节，你爱伫宣读圣经、讲道、教导，拢爱下功夫，直到我来所以保罗讲，我会等来甲你验收我哪甲你验收呢？就是来问以弗所教会这兄弟讲，咱的这个提摩太先生。伊安怎讲话？咱这个提摩太先生，伊安怎做代志？伊敢有疼惜、有信心？伊敢有纯洁？所以保罗甲提摩太嘛是出考卷。第14节，唔通忽略你所得的这个文书，这个文书就是过去统计先帝的语言，甲长老团
就是长老们会换手上帝互你的。意思甲提摩太讲，要做遮个代志，要经过遮个考验，毋是靠家己的气力，爱靠上帝互咱的礼物。即个恩赐的意思就是礼物哦，上帝互咱信心的礼物，互咱知影有信心的轨迹，互咱嘛知影有信心的礼物，就是遮个恩赐。所以对哥林多前书、罗马书，还有对以弗所书，遮讲到属灵的恩赐呢。加起来拢总有23几项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啊。伫彼得前书讲百般温数的好关系啊，所以这个温数可能20几个嘛，可能上百个，但是这个温数就是知影讲，毋是天生的，毋是父母教，是咱信主以后，信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带互咱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别人无一定有，但是咱有，你有。的时阵，这个温数爱摕出来用，毋通啊，囥伫遐趴远白白荒废啊！这个温数，保罗讲，就是迄当时长老甲讲古言的长老，甲你换手，你所得到。所以咱来看提摩太可能有什么恩赐呢？提摩太伊检菜，伊无讲得无像保罗医病赶鬼，咱看袂到。还是讲像提摩太，像即个保罗当行神业，还是讲做使徒，还是讲提摩太，伊伫使徒行传内面，遮侪文书，遮青梅看到歹开行路，即个手高大手就好看，无一定有看到遮个文书，但是咱会当看到提摩太的恩赐，伊就是一个真点点办代志，伊嘛真老实忠心。伊的先生，伊的属灵的父亲安怎讲，伊就安怎做。甚至伊会当一路对伊10几年的时间，自少年对到即马要30岁左右，安尼拢不离不弃，吃苦耐劳，这是毋是属灵的温顺？我想虽然咱看的不是很明确，但是如果提摩太没有这些的恩赐，伊原来袂互保罗，到这个时阵要够这么重用他。保罗到即马即个年岁时，犹原非常的看重提摩太3个属灵的儿子内底，提摩太当讲是全世界人最认识的。第3个就是遮个事你就要专心地去做，互大家看出你的进步。所以这些读经、祷告，还有做信徒的榜样操练敬虔。运用属灵的恩赐，这个代志毋是做一届，就要做2届、做10届、做100届，每做就要愈进步。这个进步毋是家己看到，是大家看会出来。谨慎家己对家己的教导也要注意细腻，安尼做这个事，这个事就是包括前面1、2、3，就当救家己嘛，救听你的人，就是听你在教导的人。所以这对牧师来讲，原来是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当牧师伫台顶要讲道，还是讲共读经，要来讲上帝话，都要先用上帝的话来看自己，审查自己。你若无通过阵，你咧讲的时阵，你就讲甲心诚稀微。但是你若有去经历过，你若是有去锻炼过。在讲这个代志，会讲甲真自然伫咱台湾的长老教会中间，上帝也找来真侪真少年的宣教师像第一位来教的是1865年来台湾的马雅各，伊到台湾迄天还未29岁，也是讲29岁，但是伊是26岁、27岁，甚至搁较早，伊就准备好要来献身，互上帝因今仔日26、29岁的青年拢咧做啥物？检查咱看会到，还是看袂到的社会上的29岁的青年，拢咧无因家己的事业，无因家己的学问，无因家己的将来。但是有几个29岁的青年，为着上帝国，为着要来上帝话甲真理回应来献身呢？这位鼎鼎大名，但是看这张相呢，咱拢会认着人，因为甲咱所熟悉样子无足像。这位就是马偕伊是1870年来台湾，伊到台湾迄年，伊嘛28岁，比马雅各搁较少年1岁。
但是伊原马偕是16岁伫加拿大就献身，经过10年的左右的准备读大学读硕士，然后先学院搁对加拿大到伫苏格兰安尼来装备，28岁就开始来台湾献身。这位搁较少年巴克勒，伊是1875年到台湾，来台湾时伊嘛拢甲马偕共款已经伊若无做牧师宣教师巴克利非常有可能会当摕到这个诺贝尔奖，伊是一个科学家。伊来台湾才26岁才26岁，但是呢，伊原来献身。这个少年呢，因无互人看轻，颠倒用伊家己的所行所做，所以马雅各伫台湾拢总36年。马偕较短，因为伊破病就死伫台湾，待伫台湾29年。巴克勒伫台湾60年。因遮的少年人拢用言语，用伊的讲话行做疼心、信心、纯洁，互人无通嫌。到呾包括因的家庭、因的囝儿。你会当看会到的，拢没有什么会当互人挑出毛病，几乎可以说是完美，perfect。这种的锻炼，拢是因对少年着一份的决心嘛。所以今日这段的圣经，保罗爱提摩太思想，爱提摩太教导，爱提摩太温存。思想就是做基督的好执事，就是好仆人，爱宣扬正确的教义，爱操练好的应允，就是即马今生甲将来性命的应允啦，然后所有努力拢是伫永活的上帝。爱提摩太教导就是用家己做模样，然后爱伫上帝话爱用心来宣讲、劝勉甲教导，毋通忽略得到温数。然后温群就是伫遮的事爱努力一直做，继续做，像即3个宣教师共款。然后爱伫这顶头恒心谨慎，救家己嘛救听伊道理的人。所以今日的经句，不可4章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就伫讲话行做疼心、信心、纯洁，做信徒的模范。Don't let anyone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you are young, but set an example for the believers in speech, in conduct, in love, in faith, and in purity. 愿上帝话真做咱的帮助，咱大家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当伫早起的时间会当来听上帝你的话，也听信神的启示，信神所讲的遮的道理，互阮会通明白，安怎样阮会当来操练敬虔，安怎样来得到今生甲将来生命的应允，帮助阮伫每一天的生活，通过读上帝话，甲用上帝话来祈祷，当互阮长大心灵，也互阮会当做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基督的好执事，会当来将一切来因跟主，也来互众人得到利益，也叫互阮今日一切所做甲所教的所在，拢有上帝你的看顾特别也为题牧师伊今日也有要去病院的检查，做治疗也会当真顺遂，甲以及每一位身体欠安的兄弟，也求上帝三甲同在，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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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老师。